小紅書合規的獲客方式有哪些呢？分別有什麼不同的功能？從2025年1月7號開始，根據平台規定，商家喺小紅書合規獲客嘅唯一官方路徑就係通過私信獲客工具。呢個工具一共包含3種合規引流嘅方式。第一種係服務流資卡，用戶點擊卡片之後咧，可以主動填寫手機號碼、微信等等聯繫方式，仲可以配置信息補充卡。用戶提交流資卡之後咧，主動推送補充信息。咁第二種就係商家名片啦。咁商家可以將手機號碼、微信企業號、個人微信同埋釘釘等聯繫方式配置成卡片，咁喺私信入邊主動發俾用戶，咁用戶點擊卡片就可以快速咁獲取到用戶嘅信息，操作簡單同埋獲客嘅效率都非常之高嘅。咁第三種係私信快捷菜單，咁呢個一般係喺私信會話嘅一個底部啦。咁商家可以設置即刻預約、電話聯繫、寫明名片等等嘅功能。咁用戶點擊菜單項咧，就可以一鍵獲取商家嘅聯繫方式，或者係跳轉到預約嘅一個界面嘅。